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顶礼拜呢，这个带团访问台湾，嘛甲这个蔡英文总统会面。昨中国外交部宣布讲，要制裁麦考尔，包括不得入境、冻结伫中国的财产、禁止伫中国各项交易。针对这点呢，麦考尔表示讲，这是言语分众，放弃这款行为根本无根据，都符合美国利益，因为和美国的国际伙伴受到更较侪人去关心。 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10号带团访问台湾，不过昨中国外交部就讲麦考尔违反一中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布的规定，宣布对麦考尔实施3项制裁，包括家己伫咧中国境内全部财产冻起来，禁止和中国境内组织或者是个人进行交易合作，嘛禁止依赖中国的3项制裁。中国外交部昨天发布关于对美国反华议员麦考尔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 美国德克萨斯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考尔近年来频繁采取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的言行。麦考尔是讲受到中共制裁，就亲像是得到公营徽章，嘛讲这个行为强拄好符合美国的利益，和台湾受到更加侪关注。我觉得中国它这几年来每一次一系列的这些军演，乃至于对世界各国人士的这些制裁，其实都是非常荒谬的。因为整个这一系列的这个过程，都很明显是中国它增加对周边印太地区的这一些军事威胁。蔡英文总统他过境美国回来之后，到底带给台湾什么利益啊？如果我们带来的是台海之间的紧张，如果我们换来的是可能中国大陆对我们的贸易制裁。 那但是，请问一下，就是有关于台美之间的贸易的交流，或者是我们签订相关的协定，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进度啊？这摆刷卡来台湾，麦考尔8号伫咧台北宾馆和蔡英文总统食中昼，按7号嘛访问立法院。这摆带跨党派议员麦考尔答应，美国一定会交付军售台湾的武器，卖提供军事训练协助，强调这不是要发动战争，是要追求和平。不离个美国众议院所讲的和平，伫咧对话间内所正做实施制裁理由，嘛有大家拢感觉因真正受到拍到顶。 华视新闻看起来，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